项目1公行3几公里，前到几公，再几公，3几公，参加前人几公，参加副前人几公，参加各位点人师几公，分到几公，再几公，3几公，参加前人几公，参加副前人几公，参加各位点人师几公。班开始向1行3几公里，前到几公，再几公，3几公，分到1几公，再几公，3几公。请讲师慈悲到几公，坤到几公，讲师晚安，请坐下。好学，首先感谢天恩师的祖师弘持师尊师母2位大德我们和老前人5大牺牲，我们陈前人的庇护，还有我们的周前人跟副前人的领导，各位点团师对后学的苦心栽培。那更感谢我们江妈妈给后学这个机会能够去澎湖学习跟承担，所以让今天后学能够来讲训班跟大家学习。那因为后学就是还是蛮紧张的讲太发的。那因为后学才疏学浅如果说今天有讲不圆满的地方，盼请各位前贤给后学多多做补充。那后学先自我介绍一下后学就是阿提。那在佛堂大家都叫后学，就是叫阿提，因为叫后学阿提，这样后学就会感觉比较亲切，就很像家人在叫后学。那后学也是我们江妈妈口中的孝顺的孩子。那后学其实对待自己的家人常常都不耐心也有一些脾气。所以他说后学是孝顺的孩子其实还蛮惭愧的并不是口中这么孝顺。但是这个由来也是有他的故事在这里。因为后学大概是在101年的时候从台中搬来这个中营这个乡下的地方，跟阿嬷一起生活，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想说，住在都市的孩子怎么愿意搬来庄脚跟阿嬷住做伙，安尼真正是足无简单的那因为后学就是搬回来南部，后学的阿嬷就问后学说，阿婷，这礼拜开会班阿嬷要去辅导，你敢要对阿嬷做伙来？咱来去普公普教，咱来拜拜。后学迄阵时来想讲，去辅导是一个做清净的所在而且后学很少陪阿嬷一起出门所以就答应阿嬷跟阿嬷一起来佛堂。那时候后学就是有个问题，他说：“可是我是骑乌多水呢，是要安怎载阿嬷？”我差点骑机车我都带了。后学就骑乌多水无法度载阿嬷，后学讲无问题，咱爱上运动有公车，那个公车是咱真爱做人坐，
是以前旧型的，像校园公车一样哈，很旧的公车。那或许就跟阿嬷哈就一起等公车，然后就是真的哦，就看到一台像阿公一样的公车慢慢开过来。然后那时候或许就跟阿嬷准备上车的时候，这时候就有一个阿公前贤，他下来，看到或许跟阿嬷，他就很亲切，就说啊，英基进嘛，你好哦，安尼做亲切跟阿嬷招呼，伊这个阿嬷呢开去坐公车，那时候或许就很赞叹这个阿公，阿公在80几岁了啦，伊这种服务人的精神就是不输年轻人的体力，就是他忘记自己其实也是一个阿公他就是搀扶阿公阿嬷上车。那我是年轻人啊，或许看了就很不好意思，就跟阿公你遐济，我来看阿公阿嬷上车对吧？然后这阿公阿嬷看到好雪伊就足欢喜讲，哎呦喂啊，伊基进嘛，这是恁啥物人啊？这小姐姐哪会遮水啊？我阿嬷讲，这个是阮孙啊，伊为台中搬倒来甲我带做伙啊。我今日要带伊来复旦来蒲公讨教，就是要带伊去求道啊。这阿公阿嬷听了足欢喜的，就讲。恁孙仔有够乖啊！安尼为台中搬倒来甲你带做伙，今日真来对你行负责，真正有够友好的。所以孝顺的孩子就是安尼来啊。或许就搀扶阿嬷，做伙落车，甲互有这阿公阿嬷。或许迄阵的印象中，佛堂就像迄佛光山安尼有迄回修啊、民歌。是像迄慈济的有迄个好像就是穿得很，就是像那样的佛堂。但是或许来到我们的爱祥佛堂，会觉得说，佛堂不是很安静的地方吗？为什么这边的前贤大家好像回到家里一样看到彼此都说你最近好不就感觉跟他家人一样都会互相关心所以。或许那时候对佛堂的印象就是很安心的地方，那或许就跟阿嬷就是搀扶的，就是要做去佛堂。迄阵就是有一个纽布扣的制服的前贤2位以前他就真济看到或许跟阿嬷就亲切讲，前贤你好他们就是鞠躬礼90度，递上这个净手毛巾给候选净手。那时候候选想说，我是 VIP 的客人吗？这是我人生中接到一条这一条毛巾我觉得说好像被当成贵宾，而且他们看到候选就很亲切很真诚心欢迎你来。候选那时候觉得他们的笑容就像天使一样就是很感动。然后或许就跟阿嬷进入到佛堂，阿嬷说：“阿婷，咱爱第三去宫，伊讲咱倒来老母娘的厝，咱爱甲老母娘讲阮倒来所以你爱甲老母娘举三鞠躬。原来这佛堂就是老母娘因兜伊讲来咱兜。那或许甲阿嬷就是坐准备要开班迄阵操持拢会伫遐维持秩序。迄阵开班就有献供的礼节，就是拢做整齐的。或许确实没有看过这么庄严的礼节就是一个开班就有献茶、献果，还有那边看前面的前贤都在那边跪拜，好像一直在叩拜。然后叩拜完以后，他们说班开始要接母教，老母娘要来就是班开始了这时候就是恭请礼坛师上台致辞，致辞完以后就是恭请我们的讲师。那时候同学就觉得说，我们的讲师不像那个师傅还是会修坐讲道理互人听，伊是徛咧讲课前贤听而且或许那时候很印象很深刻，他就是有一个很慈爱的笑容，而且他就像一个妈妈一样，他很像菩萨一样，很庄严。他在分享他的修道的生活，
他分享这些的心得，就是要让前贤能够开启智慧啊，更有智慧，能够去面对生活中，能够去改脾气啊，去掉不好的习惯毛病。但是后学的根气太钝了所以坐落来就一直困到中昼去啊。阿嬷讲袂要紧啦，有长清净你做你困真正后学就足困就因为佛堂后学足安心的，所以坐就困到中昼去。迄阵到中昼想讲，阿嬷讲普公坡食完啦，应该是要转来啊阿嬷讲无啦，咱再食中昼饭就食咱再拜拜。我讲再拜拜。迄阵或许就看到前贤把佛堂当作自己的家把椅子都收起来，把餐桌子、椅子都抬出来，然后前贤们就是各自都端菜出来大家都很自然就坐下来就一起吃饭。或许看到这种情形，那种好像在吃那个流水席那个真正是板的桌子的板的加老累，而且或许觉得说那一餐或许坐下来吃，我对面是陌生人，我却不会觉得很陌生，因为他们都会夹菜给后学吃后学就吃得津津有味的，觉得吃得很开心那吃完以后大家也是就是很自然的，就好像家里自己的碗盘自己收拾。那也看到前贤就是开始收椅子啊然后擦地板这样做这个整洁佛堂的那个整洁的维护然后那时候后学就想说阿嬷说还要拜拜刚起要亚用拜拜做蛋节。阿嬷讲咱家经济环境好咱就要拜拜后学就在等等的时候想讲来洗手间来洗手间的时候就看到几位穿白衣服的加黑色裤管的他就卷起他的袖子他就弯下腰拿着水管那边洗刷。或许想说那个不是看到在讲台上做庄严的讲师吗？伊在遐讲课讲做恭敬的伊台下安那在遐噜你讲大两瓜细两瓜看到后学他说前贤你好你是不是要上厕所他就给后学引导说那边有干净的厕所后学那时候心里就觉得说他们的讲师就是台上就是分享道理他们在台下也是在做无畏师就是要提供给人家一个舒适的一个干净的环境让人家使用，他们也是在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所以后学那时候很感，就是很看到他就自然觉得他很亲切，就跟他说话。他就问后学说：“小姐，你很漂亮你是谁呀？”我说：“我是殷金金嘛，殷孙啦。”伊讲：“我是素林。”你是殷金金的殷孙啦？我就是素林啦。伊讲伊是素林，素林大家拢叫我江妈妈啦。我常常去恁兜去找恁阿嬷呢，我拢去找伊开讲。伊讲好啦，我临工再来找你甲阿嬷开讲或许就是安尼甲伊开始的迄阵或许拜拜好甲阿嬷做伙转来。阿嬷今日问我讲：“阿婷，你今日来佛堂感觉安怎？”或许我感觉讲，今日来佛堂感觉佛堂的人足好诶。大家拢足亲切的，而且这料理够好食，这素食够好食。但是我毋知影就是足爱困。我阿嬷讲佛堂清净，阿嬷讲安尼佛堂每个月第2礼拜拢有开会班你后时间对阿嬷做啦。我想讲好来佛堂好迄阵好是心内想讲介我去绝对要透地米地，安尼较会度过。好，然后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子，开始跟阿嬷就是来到我们爱享佛堂的大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很多前贤就把后学当成是
好像是一个成员、一个家人对后学都很关心好，那后学就是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因为开始来佛堂学习，那时候我们的阿弥哥，这讲太快了，抱歉。应该是说生命中的贵人，然后其实贵人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出现的，而且贵人其实我们跟人相处，我们自然就是用欢喜心、感恩的心，我们就会自助，就会得贵人相助。那后学是因为阿嬷的关系来到佛堂求道，然后加入到我们爱祥佛堂这个大家庭。那这个爱祥佛堂大家庭，前都把后学当家人这样关心。那阿嬷的隐私就是我们的阿弥哥那阵阿嬷甲后学讲阿弥哥伊就是甲咱同姓同姓阿哥所以阿嬷叫阿免阿嬷讲你使叫阿哥，袂使叫阿弥哥，而且伊的年龄跟大哥年龄是相反。其实伊两个是老同学，国小同学所以阿弥讲对待阿嬷就敢若足亲的敢若家人安尼足亲的，所以3、5天常常去找阿嬷开讲，开讲安怎会甲阿嬷讲老菩萨你真正这个机缘上好，你赶紧来亲口食素食，嘛甲只妈妈做伙来甲阿嬷成全。迄阵阿嬷就甲阿弥哥只妈妈讲，较慢咧，较慢咧。阿孙即摆拄搬转来，也无鱼无肉安尼伊厝可会住袂了，也是较慢咧，较慢咧。阿弥哥就甲阿嬷讲，袂呢，你阿摕去佛堂食素食看伊食足欢喜的呢。伊应该是袂讲无鱼无肉，住厝住袂了。阿嬷就问后学讲，阿嬷准备明年102年8月份要来请考，听阿嬷无煮鱼煮肉，安尼敢好？后学讲食素食足好诶，我上爱食。阿嬷你有这个请考的机会，你赶紧去请考阿嬷听会偌欢喜的，心中这个石头就放下来。伊有准备报名要来请考，就是迄个时阵迄阵前贤常常都会来告诉阿嬷，我们家妈妈还是我们的阿弥哥，还是阿朱姐，都会跟他分享说这素食怎么吃，很多人都会跟阿嬷成全。其实那时候后学都跟前贤一起去访亲前贤都会跟道亲说，吃斋多好吃素多好后学就讲你食素食食好，为啥物拢无人甲我讲拢无人要成全我讲，鼓励我爱请考就迄接近102年的8月迄请考班迄个礼拜的前5天我会记。其实迄阵我思考一久我有打电话互阮家妈妈，因为迄阵家妈妈是医生，但是后学嘛是拢叫伊家妈妈喂，家妈妈，我听人讲你食素食足好诶请考偌好呢，毋知影讲后学甲会当请考，我家妈妈听会偌欢喜，就讲，你的机缘上好呢，甲阿嬷两个住做伙，再咱食共款，做伙入班，所以这是上天上好的安排你会当去请考，你就甲阿嬷做伙报名去，所以后学就是安尼请考的然后。然后后学请考了后因为迄阵阿嬷就是初一15，拢有伫个阿朱节，就是迄阵助力领导献花，但是阿嬷伊基本也无法度去献香阮的阿朱节了不起，嘛不是讲了不起就是常常会来找阿嬷，也会来找后学拿着那个镜鼓说，阿婷，你初一15你到位你来阮兜来献香来学献香迄阵后学想讲，对我袂晓献香咧，甚至讲我转来老母娘的厝我敢若鞠躬礼尔咧，我拢袂晓咧。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因缘就开始来咱的礼节班。来礼节班认识我们的丽华组长，还有我们丽香姐丽华组长都敢浅显成全说，我们来学礼节，我们就是在培养你的道气。而我们培养道气，我们就是在庄重自己。人家会因为你的道气，对你起恭敬的心。当我们在学礼节的时候，就是让你们平心静气。而且他说的很吸引人，你讲那比别人多了一个筹码那也让行功了愿。你看，我们来学值班礼开班献供，还有这个办道礼节，那我们是不是比别人多了一个筹码，可以多行功多了愿？所以来学礼节好不好？好，对不对？比别人更多机会而且在这时候，我的同学鞋子的鞋，就是那时候学印象很深刻。我们这一群人就一起学礼的阿曼姐姐聪丽叔叔，民国也跟后学区，伊就是袂放心我对后学那个妹子伊去复习，其实伊会晓我们就一起学礼节也一起聚餐，一起去出游我们一起去行功了愿就是开始很积极的这样充实在学习这时候江妈妈就跟后学邀请了，她说阿婷那哪边成为优秀的人才要成为一个能够去行功了愿的人才，我们一定要来读这个4年人才教育班。一共在人才教育班的课程很多元，有经典道义的成全，还有就是辅导的技巧，教你怎么面对问题可以去排除我们的情绪，还有就是礼节，还有就是烹饪课，课程很多元，而且大家一起来上课都是年轻人可以互相一起学习，在这里很多元的课程一定可以让后学很多可以去学习。那后学那时候听到戏女而且其实那时候后学他听到4年是犹豫的，因为觉得说这个时间有点长但是后学就想说好吧，我要趁有限的时间善用这个时间，要好好去充实自己，因为君子不器不设限任何一个器具，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充实自己，去好好去学习。所以后学就去读人才教育班。那在这里我们先听一首歌
袅草木花，袅袅草木花。谢鸟草木。哦。海宽阔，不知不知方向。海波荡，都市风会轻狂。明知这正路是光明的，却为了任何希望，让自己追逐偏锋，途茫茫。不能他在那里。有。光辉徒不顾两家，陪伴突然坚定信念望的芬芳，为时在屏山沉稳声音落藏，陪读人书般远离场，真心有远方，让人常回望，月亮草木花。接触不了了。接触不了了。出生在屏山，日月自作桥梁，相伴回途不顾两家，只盼途人坚定信念望的芬芳，为时在屏山沉稳声音落场，只盼途人修访远离场，真心渺远方，敢为常回望，月亮草木花。真心渺远方，敢为常回望，月亮草木好，这首歌是我们济公老师写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是老师的对徒儿的满心的期盼跟他的用心。他希望心里的话能够让徒儿听见了，能够让徒儿明白老师的心啊。那老师，其实啊，我们走在这一条修道的路上，这条路很长。如果说我们没有正确的方向，很清楚我们走的这一条路的话，那我们这一颗心一定会随着我们的世俗这个生活的事情，放在我们这颗心去忙，就是过着很忙碌，然后就是忙，再来就是盲目的过生活。那我们的心呢，就是随波逐流。那这样子，老师他一定会心慌。那有时候我们道心渐渐在变，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其实在这一段路上，很积极、很充实的学习。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或许一直都是很快乐的，也很法喜充满。可是啊，那时候或许就是有1个礼拜。就是有5天啊，晚上都很晚睡觉，就是白天一早出门，然后晚上5个晚上都就是很晚回家休息。那这5天啊，或许有2天在工作，就是要去加班。那有3天或许在学礼节，读经班，还有就是在这个金刚经讲训班。所以那时候或许身体上。常常都会跟我抗议，跟我自己抗议说，我可不可以晚上早一点睡觉？我虽然很法喜充满，可是这个身体今天就爱可怜了，隔天还要去上班啊。那或许
学的小确幸就是礼拜六，可是礼拜六后学要配合公司去值班2天呢，所以就剩2天。那而且后学的1个月下来，第一个礼拜就是在人才教育班，第2个礼拜就是在我们的启慧班那第3个礼拜，那时候我们中心佛堂就是会有青上经典班1个月1年有4个班，而且爱祥佛堂也有经藏班所以后学等于说都没有很充裕的时间可以休息然后因为后学那时候在工厂上班工厂上班就会比较忙碌，所以就会常常晚上都忙到很晚睡觉，那隔天又一早要去工作，所以就常常就会想要给自己放个假，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那时候后学的同事跟朋友就会常跟后学分享说我今天放假我去什么景点吃什么美食跟家人去哪里。那时候后学是有起心动念，就想说我很久没有好好晚上早点回家陪我的阿嬷阿嬷每晚都看8点档，看到快10点躺在沙发那边等后学回家。后学那时候就想说，我可不可以缓一缓。我知道道很好，我也知道我走在光明的路上，可是我这个身体就告诉我说，我可不可以休息一下？那时候105年的时候，那时候后学就是读在学班，就是第3年的时候，那时候后学就是已经因为在礼节班，就是后学已经学会了这个上下礼，就是学会搬到礼节就是一个紧绷后学就礼节班就没有去参与去护持，就减少一班了然后金刚经讲训班，后学就想说我去启慧班去人才教育班就好，所以这一班后学也没有去参与。那这样后学就晚上就很多时间可以休息了但是道心这个时候在变，自己都没有察觉所以在105年的在学班剩下4堂课就要升4年级的金钟班，后学就决定说我要休学，然后再去学习别的新的事物，所以后学就把在学班停下来了后学还觉得说，我知道道很好，我知道我走在光明的路上，我没有向后转，我只是走比较慢而已。那时候夸张到后学曾经有2个月没有来启慧班那时候后学就觉得说我没有来，我没有的工作这一班没有来没关系这一班没有来就佛就人家说很发心的时候，佛就在我们心中那3、5天没来佛堂，佛就在书中。那7、8天过后，佛就在空中。那或许已经2个月没有来祈问，没关系，应该不需要。其实那时候前贤都会来找或许说要听吉祥玛丽娜我来佛堂那时候确实有前贤会紧张会关心后学就是在这个时候是有一个因缘就是有一个因缘也就是在说105年的11月的时候，也就是后学休学在学班那一年发生的事情。哥哥车祸他这个因缘成全后学这一天哥哥就是白天一早出门然后整晚也没有回家，然后他的房间的灯是开的，电视也打开，手机也没带出门，然后甚至那个皮夹也没带出门，然后看房间的现场的状况，就想说他可能是拿着零钱去附近的便利商店买个小东西而已，马上回来。可是为什么这个人怎么一早出门到晚上都没有回家，而到隔天他爸爸妈妈当然是很紧张很纳闷想说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说爸爸就说
就是最后的打算想说啊，因囝一定啉酒驾，醉到不省人事，叫警察扣去拘留所，伊安尼想啊，但是警察打电话来甲阮爸讲，杨先生您儿子今仔日加护病房。因为您儿子身上都没有任何证件，也没手机啊。他骑着摩托车，我们查到就是你们的台南的户籍地，他在找到你们的管区啊，管区在查，找到你就是这个时间啊。他说你哥哥就是你的儿子现在加护病房。然后那时候加护病房探病的时间就是2个时间点，所以已经很晚了。我们其实过去也没办法去见到医生，也没办法见到哥哥啊。所以说隔天后雪也请假，从台南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加护病房。其实这时候哥哥他是头部他是有包扎的，然后他就躺在这个病床上面，那时候就是他的脸肿得跟米糊一样，很肿，这时候医生就来给我们说明说，因为他就是前天晚上他送来我们急诊室的时候，他就是昏迷，而且他身上就是没有只是轻微的挫伤，但是他就是跟人家相撞。然后幸好他有戴这个安全帽，跟人家的撞击，他就是直接撞到这个人飞出去，但是他的撞到的这个位置就是在头部，等于说他戴安全帽直接这个头部去落地，他的重击力是在头部这里，所以安全帽也破掉了。那破掉呢，哥哥这时候其实有这个重击力嘛，这个重力。所以他颅内就是出血，然后医生一定是马上要就是剖开他的剖脑，就是取出这个头盖骨，要把它清淤血。但是他身份不详，又家属联络不到，怎么办？但是又必须要抢救他的生命，所以医生必须要马上为了急救去做这个手术。然后他就给哥哥剖开脑部，就是头盖骨把它取下来，然后清淤。那因为哥哥身份不详他就把头盖骨就从哥哥肚子又划一刀。后雪那时候听他想说，这个头盖骨不是应该会有一种保鲜的可以养血的，但是因为哥哥身份不详，又平白无故划了一刀。后雪那时候想说这可能就哥哥必须要去受的这个苦啊。那哥哥因为现在就是还在麻醉的状态下，一切就等他醒来再做观察这样子。医生就是很简单，就是详述说当天来的情形跟这个治疗的过程这样子而已。所以说那天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因为医生也很保守，没有说，我们也没有问说他什么时候会醒，就是一切静待这个麻药退了。那因为后雪也要回去上班，然后几天过去了，哥哥其实这时候还是在加护病房的。那时候在台中，就是爸爸妈妈就是每天去探病这样子。然后哥哥醒来的时候，哥哥那时候后雪有去，哥哥他的醒来，他的眼神他是空洞的，他是直视的，我们叫他不会有任何反应的，就很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躺在那里。然后那时候也是仰赖这个呼吸器，就是维持他的呼吸因为他不会呼吸。然后他的食物的供给就是那个点滴这样维持，跟那个导尿管这样子而已。那时候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哥哥已经醒来了可是醒来为什么像个植物人一样躺在那里？然后医生来，他也是很保守的，他只是跟你说一切等哥哥的自己的恢复的状态，他没有跟你说他的恢复的程度到哪里，他只是跟你说这个时候
你要多刺激他，多和跟他说话，这样子啊，好。然后其实这个时候哥哥已经醒来了，只是说他像个昏睡的、没有反应的人躺在那里，然后也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那时候后学的看到哥哥这样子，其实心里都蛮痛的。难道哥哥要一直仰赖着这个呼吸器吗？要维持这个呼吸，然后没有任何情绪，没有任何反应，他的下半辈子就要这么过了吗？而且那时候后学很不舍，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年纪这么大了，难道还要这么辛苦，要背这一包这么大包？这是很沉重，很沉重哎！而且那时候我们真的很害怕，说哥哥会一直这样子睡，就是会像植物人一样瘫在床上。那爸爸妈妈这样照顾哥哥要把屎把尿，那时候哥哥还不会用鼻胃管喂食，只是仰赖这个营养针这样子而已，点滴供给。然后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其实不要说他的妹妹好了，为人我爸爸妈妈其实他们心里是比后学更害怕自己孩子的下半辈子怎么办，而且一人卧床就会拖累全家人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果爸爸妈妈有一天老去，哥哥送去养护中心，那是不是这个胎子也是会在我大哥跟后学的身上？所以后学真的很怕，所以就是很怕说这样种情形发生。这个时候后学就想到我们的技工老师，后学在心里就默默跟老师说：“老师，你在吗？我真的很害怕，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觉我们现在就是在黑暗中，看不到任何希望。哥哥这样卧床，我们该怎么办？”后学就跟老师说，后学有一段时间没有积极来佛堂学习，然后放任自己这颗心去追逐，放任自己，也没有充实自己，没有在佛堂去行功了愿。老师，你还在我身边吗？你有听见后学的对你的呼唤吗？如果老师没有听见的话，祈求老师能够慈悲帮助哥哥，大事化小事。哥哥现在伤害已经造成了，不可能说都没有事情，至少祈求上天慈悲能够拨转，能够让伤害降到最低，让我爸爸妈妈不用那么辛苦。真的就是这种诚心跟老师祈求。那后学那时候就跟老师发了一个愿，就说后学愿意开始来积极学习，要成为我们佛堂的人才，成为老师的器具。以后我在佛堂如果有所为的微薄功德，我愿意1/3回向给哥哥。后学是这样跟老师立了这个愿，在心里默默跟老师祈求。我不晓得老师当时有没有听见后学的呼求，但是当后学诚心跟老师这样子忏悔，跟他祈求，当下后学的心是安心的，然后心里也是默默跟哥哥的冤亲债主跟他忏悔说：你们哥哥今天会有这个因果，有这个因缘，应该是过去世跟你结下这个缘。我知道说过去他可能有愧对于你，那今天这个伤害已经造成了，我真诚心祈求你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弥补罪过错。我愿意就是做佛堂的事情，回向功德给你，只求你给我们一个机会，让哥哥能够从黑暗中能够走出来。后学呢，当时就是跟老师、跟老哥哥的冤欠，在心中立了这个心愿。然后那时候后学也在哥哥的耳边跟他说话说：哥哥，你不要害怕，我跟爸爸妈妈我们都在你身边。我知道你现在的身心困顿住了，
你很无助，但是我知道你也听得见我们在讲话。我们爸爸妈妈不会放弃你，即使你现在卧床的话，我们也会一直陪伴着你走出来。然后那时候后雪就跟哥哥说：“哥，你还记得吗？我曾经带你来爱享佛堂来求道，你记得吗？有一个老师，好，他是我们的济公老师，他穿着袈裟，戴着帽子，拿着扇子，只要你诚心跟老师忏悔，跟老师祈求，你心里有老师，老师一定会帮助你从黑暗中把你带出来，帮助你化险为夷。”或许是这样跟哥哥说的，在安顿他的心。其实当时哥哥是有听见的，所以哥哥就流下眼泪。流下眼泪以后，哥哥这一天就开始了，他的眼神就会跟我们对上焦，也可以听到我们爸爸妈妈在叫他，就是可以听到我们的指令。那时候后雪已经回台南工作，然后妈妈每天都会视讯跟我说哥哥今天的状况维持怎样。所以当哥哥开始有意识的时候，眼神可以跟我们对上焦的时候，那时候复健师啊，就是来哥哥这里，就是开始就是去试探他的反应。试探他的反应呢，就是开始在训练他，如果这个呼吸罩拿下来，他自己会不会呼吸？如果自己会呼吸的话，他就开始就是插那个鼻胃管，就是要喂那个从鼻胃管喂食，不然他几乎有半个月都是仰赖的那个点滴在维持他的食物的补给。然后哥哥也慢慢可以插鼻胃管喂食，然后他也开始手指，就是有反应，会抓会放。然后复健师每天都会来帮哥哥在病房病床这边帮他复健。刚开始的复健就是抓放，手臂抬起来，双手举起来，甚至说慢慢坐卧起来，甚至坐在床上。其实这个过程哥哥他是像他的智能就像一个2-3岁的小孩子一样，他是会抗拒的。所以在复健的过程当中，他都是会说痛那样子，他的语言是那种模糊的，他就像小孩欧北灰，他会欧北灰。但是爸爸妈妈我们也是很有耐心，陪着他复健，直到他可以坐起来以后，让他双脚坐起来，然后一步一脚印，我们走到复健室去复健，参加任何的这种就是复健。但是这段期间，你们知道多少的时间吗？哥哥光是在医院住，我们就住了半年，每30天我们就要去找复健科附设复健科的医院，我们都要去找病床，找这个医院。那妈妈就是住在医院，那爸爸就跟妈妈这样轮替照顾哥哥。那爸爸妈妈几乎有1年都没有工作。这1年其中，哥哥出院，又陪哥哥1个礼拜回复健科去复健，花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哥哥现在恢复了像常人的生活，可是他的智力就是像现在恢复程度大概是像个小学5-6年级、4-5-6年级的小孩一样，因为他的本性本来就有点皮啊，所以他还是会让爸爸妈妈有一点头痛。爸爸妈妈现在就是带着他出入，带着他去，就是爸爸是贴大理石，他就去那边帮忙扫地而已，就陪着爸爸妈妈去那边工作。但是或许很感谢我们上天的慈悲，我们济公老师的慈悲让哥哥就是这一关能够化险为夷，能够就是本来可能就是像个植物人一样贪睡在那里，卧床在那里，可是上天真的很慈悲，我们济公老师也很慈悲，他并没有因为后学
好，那一段时间停学了，没有来佛堂学习，他就放弃后学。老师呢，一日为师，就终身为父。老师就像一个爸爸一样，他这样看着他的孩子，即使他孩子走到这条路上，他停下脚步的时候，老师都是在旁边守候着，看着这个孩子，借着人事物来成全他的孩子，他的徒儿。即使他的孩子跌倒了，老师还是会搀扶他的孩子起来。老师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一直默默守候在我们身边，陪着我们走出我们人生中的风雨。老师给我们都是最好的祝福。我不知道各位浅有没有感触到？而且我们走在我们人生中老师要的是什么？老师要的就是要我们好好修道，能够明理，明理呢能够恢复我们的光明的自信。他要带着我们一起回去面见我们的老母娘而已。老师的心愿就是这样。而我们人生中一定会有起伏的，有起伏的人生，我们才知道说，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惜福，要去感恩；在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再努力，再去惜福，再去造福。所以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得志，也不要太张扬，也不要太喜乐；在逆境的时候，我们不要太自卑，也不要太卑微，就是也不要太消极。其实每个逆境就是一个上天有它的很深的一个意义，它背后就是一个